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雷特的发言人斯罗塞尔5月17日在日内瓦说，巴切雷特将很快前往中国，他将访问维吾尔族地区和广州，不会访问中国首都北京。斯罗塞尔将此行不包含北京归咎于新冠疫情，称巴切雷特将与中国方面的政府高级官员会面。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巴切雷特的访问预计将持续6至7天，将不会前往西藏。斯罗塞尔说，巴切雷特的这次访问希望能够让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和中国之间建立进一步的接触。一家阿拉伯网站称，德国及土耳其与足球巨星厄齐尔是一名人权捍卫者，这个时代的英雄。阿拉伯内蒙网站的一篇文章中称，国际足球巨星梅苏特·厄齐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他冒着声誉和生计的风险，强行反对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文章称，在中国，数百万维吾尔人遭到系统性镇压、非法拘留和强制失踪。厄齐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做法，结果他被阿森纳俱乐部排除在外。七国集团近期发表公报，多处谈及涉港、东突厥撒乌克兰局势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等涉华问题。中方对此要求七国集团停止干涉中国内政。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在涉港、涉疆、台湾、涉海等问题上立场是一贯明确，已向七国集团主席国表示坚决反对。芬兰议会已批准政府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与此同时，瑞典外长安林德表示，正在与土耳其就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进行外交谈判。为了对付中俄两国，美国希望在韩国境内增加瑟德反导系统的部署数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雷斯表示，如果韩国即将上任的新政府提出要求，美国将会讨论向韩国部署更多的萨德导弹系统。韩国现在拥有一套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但在2016年部署该系统的决定遭到了中国的经济制裁。普雷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承认朝鲜坚持试射导弹是危险的，并且任何挑衅行为都违反了不止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